美女。依莲，依莲，依莲，依莲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刚才看见那儿有一小孩了吗？洗头帘的。您看见是吧？谢谢啊。 依莲，这是咱俩上次拼的吗？对呀，记性真好啊！上次咱俩的拼图，你有没有偷偷拼啊？你这个小靓女不在，我没敢拼。早说了，我的地位啊还是很重要的。没错，你的地位特别重要。我们上回拼到哪儿了？嘴巴找到了。对，嘴巴找到了，然后再找哪儿？再找鼻子。你那么聪明啊，那么聪明啊！鼻子去哪儿了？鼻子去哪儿？咱们找。 王董，需要今天过来接你。5点半来接我吧。你怎么这回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也是临时决定飞回来的，公司上市的事儿，需要回国内签几份文件。来，邵宇，把这几份文件签了。哎，你怎么还玩这个？哦，不是我，有个小朋友在这。哎，这小姑娘是谁呀？做个自我介绍吧。你好，啊，你好。我是少宇帅哥的好朋友，他带我到家里来玩一下。跟小大人似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依恋。孩子真好玩。是啊，特别可爱。签好了。对了，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在飞机上随便吃了点儿。阿姨，你吃这个吧。啊，这孩子真可爱。谢谢你，阿姨不吃啊。来，少宇，去帮我收份邮件。去书房吧。啊，找鼻子。刚才没来得及问你，这小姑娘哪儿来的？啊，天乐朋友的孩子，天乐有事儿，临时托我照顾一下。这孩子倒的确挺贴心的，招人疼。早知道当年要生个女儿就好了，知冷知热的，哪像你，越到话越少。你要站那儿不动了，都快成化石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问问你，你这个平时连花都懒得浇水的人，怎么突然有耐心带孩子了？等天乐开口了，我也不好拒绝啊。以后啊，少跟他来往。怎么了？你听妈的话就行，妈自有妈的理由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什么时候再回来？等公司上市的事儿定了办。给会长电话。一路平安。拜拜。拜拜。
这块是不是？试试。好了，干嘛？机长啊，机长来。你过来，又干嘛？你过来嘛。咱俩配合的真默契，奖励一个香吻。还奖励个香吻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跟哥哥玩啊？喜欢，但是啊，你别告诉天乐，他心可小了，就那么一丢丢丢丢丢。不告诉他啊。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问吧。那依恋，你没来上海之前跟姐姐是在湖南哪儿生活呀？长沙。哦，哥哥没去过长沙，所以想问你长沙哪儿好玩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随便问问。那不问这个了。那你喜不喜欢哥哥这儿啊？我喜欢你，但是不喜欢这儿，这儿太空了。那我想问你，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天乐多？天乐呢，和你不一样。天乐每天都能很开心，有很多办法能让我高兴，而你呢，好像总是有心事。不过我也是很喜欢你的。这样来说吧，天乐是我的死党，而我和你之间呢，应该算忘年交吧。算什么？忘年交。真逗，过来。我就是去给他买了个甜筒，没去多长时间都找不着他了。让你陪他玩会儿，你也能把他弄丢了。他才6岁，万一碰到坏人把他掳走了，他能反驳得了吗？是，那个，你先别着急，他那么聪明，碰不着坏人的啊。他会自己回家了呀，我回家看看去。不，那家里我去过了，没有。林天乐，只要依恋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喂，我孩子丢了，我要报警。我来找你了，依恋。你要藏不好，我抓到你，你就完蛋了。给你，哎呀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哎，那我问你问题啊。你跟依然以前一直住在湖南？是啊。湖南哪个城市？长沙啊。那这次依然来上海是来找朋友？我再问你啊，我上回送给你的那个香水，那味道回了家之后，依然喜不喜欢？明白了，他不喜欢是吧？依然以前来过上海吗？我不知道。他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哎呀，你别问了。我给你按摩。你还会按摩？这儿不好，我们到楼下去吧。走吧。走。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孩子刚刚丢，还不具备立案条件。怎么就不能立案呢？我不是也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这是丢的孩子，不是大人，他没有自主能力。他是真要是被坏人拐跑了的话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。你能不能就帮帮我呀？我求求你了。慢点说，你跟他……你别拉着我，都怪你！我告诉你，林天乐，依恋要真丢了的话，我杀了你！
同志，你别着急，我们不是说不能立案，没说不帮你找吗？你们谁是孩子监护人呢？我是来，先做个离婚登记吧。金明，依恋。舒服吗？舒服，真舒服。依恋啊，我问你，这按摩是谁教你的呀？是依然啊。每次他回来累的时候，我都用这样给他按摩的。他按着按着就会睡着的。你怎么醒了呀？是不是我按的不好啊？没有，依恋按的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依恋，你跟依然有没有分开过呀？我几乎没离开过依然一天。我现在就特别想长大，能够保护依然，不要让他再那么辛苦了。依恋真乖，我还会捶背呢，我给你捶背好不好？好。还带响的呢。还带响的呢，试试。哇，真带响啊，好舒服。有没有你不会的呀，依恋啊？左边。别着急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麻烦问你们一下，你们见过这个女孩吗？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。你们在来的路上没有看到吗？那好吧，谢谢你们啊。谢谢啊。哎，要不给奶奶打个电话？别给她打了，给她添堵，还不如给朋友打呢。先生，麻烦问一下，你见没见过这个女孩？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，眼睛大大的。艾宝，依恋丢了。你先听我说，你这样，你给蕾蕾打个电话啊，你俩一个去火车站，一个去长途车站。麻烦问一下。对，好嘞啊。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，你看一眼嘛，在来的路。喂。哎，梅兰妮，依恋丢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几个小时以前。我现在跟那个依然，我们俩正在找着呢。对，帮忙找一下呗。行，你别着急，我回去放下东西，跟你们一块找哈。你要是找着了，给我来个电话啊。猫跟老鼠怎么说啊？Cat and mouse。对，这是谁 ？And Jerry。对，这是谁啊？这是 Jerry。那你是什么？你是 Tom 吗？是 Tom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韩少宇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？拐卖人口，贩卖人口未遂。我就带他来玩玩，怎么了？把他带出来，你也不跟人家长说一声。依然和天乐快急疯了，到处在找，刚给我打完电话。依恋你也是的，你出来不跟大家说一声？你别说他行不行？那小孩怕你，是我带他来的，我不说过了吗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再不回去的话，依然和天乐该着急了。你们俩谁送啊？他送，姐姐送啊。凭什么是我呀？我不方便啊。把人偷偷带回来方便，送回去不方便了。我人贩子，再拐走了不送回来呢，是不是？不送是吧？来，依恋，咱看 Tom and Jerry 来，来，回家，走，回家，走不走？哎，干嘛呀？走，开。你姐姐他们都着急死了，赶紧给她打个电话。